香港樓價明明已經連續回升10幾個月，負資產數量暴跌8成，睇落全面回暖，點解無數中產業主反而喺度靜靜蝕錢，仲被死死套牢？今日呢條片，我就同大家拆解2026年香港樓市最詭異嘅結構性悖論。市場數據睇落全面向好，但真正業主嘅現金流就一路惡化。究竟樓市回暖只係假象，定係普通人嘅資產正跌入一個全新嘅財務陷阱？睇完呢條片，你就會徹底睇明而家香港樓市冰火兩重天背後真正嘅底層邏輯。無論你係準備買樓、租樓，定係手上有物業，呢條內容都可以幫你避開90%以上嘅市場伏位。先同大家擺一個顛覆所有人認知嘅核心數據，徹底打破大家對香港樓市一直以來嘅固有印象。好多人仲記得2024年香港樓市設立之後，二手放盤量直接衝上高峰，最高嗰陣突破42000夥，市場上周圍都係放售單位，個個都恐慌離場，樓市一片悲觀。但只係2年時間，成個市場風向就徹底反轉。根據眾源地產嘅權威統計，2026年2月，全港二手住宅放售單位已經暴跌到28669夥，對比2025年同期嘅38660夥，足足少咗9991夥，跌幅達到25%。更關鍵嘅係，香港二手放盤量已經連續跌咗12個月。盤源規模直接反到2021年1月嘅水平，創近6年新低。大家可以直觀感受一下，過去1年消失嘅二手盤數量等於香港成個大型屋苑咁多，市面上真正可以流通嘅二手樓已經少得誇張。我哋再睇大家最熟悉嘅10大私人屋苑，數據仲更加誇張。2026年2月，10大屋苑放盤量只有1275個。舊年同期仲有1933個，足足少咗658個盤，跌幅高達34%。盤源緊缺嘅情況已經蔓延全港，原本放盤充足嘅屋苑，而家一個個都變到冇乜盤可買。放盤量少過100個嘅大型屋苑，由舊年1個直接升到而家6個。當中最誇張嘅就係紅磡黃埔花園，作為老牌大型屋苑，而家只剩45個放盤單位，對比舊年同期105個，暴跌57%。盤源少到咩程度？黃埔花園以前周街都有嘅4字頭售價單位，而家已經完全絕跡。目前入場門檻直接推高到548萬港元。好多人以為盤源少、放盤少就等於樓市火熱、樓價暴升，但真實情況根本唔係大家諗嗰回事。好多觀眾一定會疑惑，盤源愈來愈少，照道理應該供不應求，成交火爆先啱，點解而家個市反而咁靜？呢個就係2026年香港樓市最大嘅誤區，亦係最核心嘅陷阱。今年4月開始，市場的確出現過短暫回暖跡象，二手放盤量按月回升17%，全港盤源反倒接近3萬個。地產站嘅詳細數據顯示，4月全港放盤量有28282個，對比3月嘅24231個，多咗4051個，按月升幅16.7%。去到5月，盤源再輕微升到29856個，而且區域分化非常明顯，九龍區係主要回暖區域。4月二手放盤量按月升超過20%，盤源直接突破1萬個。反而港島區走勢相當平淡，只係多咗571個盤，升幅唔夠10%。短暫嘅小幅回暖，令好多人嗌出樓市全面復甦，徹底見底反彈。但現實好快就打臉，去到2026年下半年，樓市行情即刻急轉直下，重新跌返入冰河期。7月份全港二手私宅買賣登記只有3225宗，對比6月份嘅5122宗，大跌37%，創過去11個月新低。成交總值仲更加慘，按月減少42%，只剩263.54億港元，創近9個月最低紀錄。其中港島區跌幅最誇張，直接去到39%。多位資深地產業內人士都俾出明確預判。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直言，踏入8月之後，二手樓市完全睇唔到持續回暖嘅跡象，業主唔肯大幅減價，
剛需買家全部揸住現金觀望，按兵不動，成個市場陷入停滯。預計8月成交量會繼續喺低位橫行，好難有起色。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陳永傑更加發出重磅警告，照目前跌勢，年內香港二手放盤量好有可能跌穿25,000夥，到時市場會出現極端供需錯配，表面睇似供不應求，實際成交卻跌到冰點。呢個亦可能係香港樓市有史以來最詭異嘅行情。講到呢度，好多人一定好奇，究竟係咩原因造成盤源枯竭、成交冰封呢種反常局面？核心答案其實得一個，而家香港樓市買賣雙方嘅心理預期已經出現咗一條根本補唔返嘅巨大斷層，市場流動性幾乎歸零。我先同大家復盤今年上半年嘅市場假象。點解話上半年嘅回暖其實只係虛假繁榮？綜合美聯分行數據，2026年上半年全港35個大型屋苑一共錄得1840宗成交，平均每星期71宗，對比舊年上半年1588宗，上升接近16%。20個主要大型屋苑頭22個星期一共有1084宗成交，平均每星期49宗，比舊年同期40宗，上升22.5%。更誇張嘅係，上半年全港二手私人住宅有13,795宗獲利成交，創5年同期新高，總成交額突破1163億港元，業主總獲利金額高達412億港元，平均每宗成交賬面賺299萬港元。淨係睇呢組數據，個個都會覺得樓市徹底回暖，買樓穩賺唔蝕。但市場真正嘅真相係，少數人趁反彈高位套現離場，絕大多數業主就死守唔放盤，剛需買家更加唔敢入市。而家個市場已經跌入一個極端對峙嘅死循環。業主嗰邊見到上半年樓市反彈，有人賺錢走人，普遍睇好後市，惜售心態爆棚，死都唔肯減價。就算市場轉冷，業主議價空間都好細，寧願唔買，擺空間屋都唔願意低價蝕住走。買家嗰邊就啱啱相反，經歷咗多年樓市震，個個都唔敢喺高位接貨，就算盤源越來越少，大家都寧願繼續等一個更低嘅價。呢種業主唔肯減，買家唔敢買嘅僵局，直接令市場出現一個好魔幻嘅現象。以前冇人要嘅低層單位、一樓冇嘅頂層，甚至曾經出過事故嘅物業，而家喺盤源緊缺之下，全部都俾市場消化晒。買家已經去到冇得揀，只可以將就嘅地步，進一步拉低成個市場嘅成交質素。而家個市場兩極分化去到極致，一邊有人趁短暫反彈瘋狂套現，另一邊就有人持續蝕讓。今年3月，全港錄得516宗低過買入價嘅二手住宅轉讓，創過去1年新高，按月暴增52.7%。一邊大額賺錢，一邊大幅蝕錢，兩種極端行情同時存在。呢個就係而家香港樓市最真實嘅寫照，冇全面回暖，亦冇全面崩盤，只有極度撕裂、極度分化嘅市場，流動性被徹底鎖死。如果話二手樓市場係僵持冰封，咁租務市場嘅情況只會更加殘酷，亦係而家無數中產業主蝕錢嘅核心原因。好多人唔知道，今年香港樓市最大嘅變化就係大量業主集體轉售為租，徹底放棄買樓，死守收租現金流。2026年上半年，香港租務市場整體走勢睇落相當強勢，中原城市租金指數連升4個月，累計升幅1.66%，連續2個月創歷史新高。港島區租金指數表現仲勁，單月升幅1.53%，係10個月以來最大升幅，連升5個月，累計升幅4.61%，指數更加連續3個月創歷史紀錄，租金指數一路創新高。睇落業主好似賺到盆滿缽滿，但真實情況其實完全相反。租金指數之所以升，根本唔係因為樓市火爆，而係大量買家退出買樓市場，轉去租樓，再加上非本地學生同各類輸入人才嘅租樓需求爆發，硬生生將整體租金指數推咗上去。一邊係需求暴升，另一邊係買樓無望，大量業主同發展商開始轉策略。恒基兆業率先將大埔迎林項目由對外出售改做學生宿舍出租，
無數私人業主亦都跟住做，賣唔出嘅樓，索性全部拎去放租。港島區租盤供應量一度暴增2倍幾，就係呢場集體轉型最好嘅證明。唔少業主高位買入嘅物業，而家一買就一定蝕，只可以靠出租頂住，維持基本現金流。我舉個真實例子俾大家睇。2026年4月，筲箕灣港島東18一位業主以400萬港元買入一房單位，買入之後即刻放租，最後以月租16,000元成功租出，租金回報率達到4.7厘，睇落回報率好高，穩賺唔蝕。但呢個只係極少數優質個案，絕大多數普通業主而家面對嘅係整體租金劈價，實收益大幅縮損呢個殘酷現實。大家一定要分清一個核心誤區，整體租金指數創新高，唔代表你間屋就可以租高價。而家嘅租務市場係極致嘅強者愈強，弱者愈弱。2026年6月，中原城市租金回報率只得3.24厘，按月跌0.05個百分點，已經連跌8個月，由2025年8月高位3.6厘一路回落，9個月累計跌咗0.38厘，創近2年新低。大量普通屋苑、非核心地段嘅單位已經出現大規模劈價放租。拆羽涌太古城一個3房海景單位，直接劈租26%，以月租37,000元成交，對比6年前舊租金，仲要再低18%。而家太古城業主嘅議價空間已經有之前3%至5%，擴大到6%至10%。沙田第一城低層2房單位，實用面積284平方尺。直接減租15%，以10,600元租出，租金水平直接反到舊年4月。小西灣南灣半島嘅2房戶型，亦要劈價1成先租得出。業界雖然預測全年住宅租金會升5%至8%，再創歷史新高，但大家要清楚，升嘅主要都係核心地段、近大學、近港鐵嘅優質單位。普通舊樓、偏遠地段、樓齡高嘅物業，只可以不停減價搶租客。租金收益一路縮損，比租金減價更可怕嘅係而家高息環境催生出嚟嘅4大財務漩渦，正全方位收刮香港中產業主。好多人表面持有千萬資產，實際每個月都穩定到貼蝕錢。我同大家計一筆最真實、最扎心嘅現金流賬，睇完你就明點解話而家啲物業已經變成中產嘅財務枷鎖。目前香港新造 A 按實際封頂利率係3.25厘，表面睇私人住宅整體租金回報率有3.3至3.5厘，啱啱好微微蓋過利息，好似唔賺唔蝕。但呢啲只係未扣任何成本嘅賬面數據，一扣管理費、差餉、物業稅同日常維修保養費，香港住宅淨租金回報率即刻跌到大約2.2厘。3.25厘嘅按揭利息成本對比2.2厘嘅淨租金回報，中間足足差1個百分點。呢個差額就係業主每個月實打實嘅虧損。照普通中小型住宅嘅貸款規模計，業主每個月淨蝕大約15,000港元，一年落嚟白白倒貼18萬港元。呢個就係而家無數香港中產最真實嘅困境。手揸千萬物業，唔單止冇收益，仲年年要倒貼。資產徹底變成負現金流枷鎖，更加殘酷嘅係，而家按揭還款結構進一步放大業主壓力。按照目前4.125厘嘅實際利率計，業主每月供款入面，本金只36%，其餘大部分全部都係利息。想真正減輕供樓壓力，利率至少要回落到2.75厘左右，但目前睇，短期內完全冇機會。好多人會話樓價唔係升緊咩？負資產唔係大減咩？的確，2026年第二季尾，香港負資產住宅按揭宗數按季大跌61.87%，只剩4,356宗，創2023年第二季以來新低。今年以來累計跌幅接近8成，但呢個只係賬面資產回暖，完全解決唔到現金流蝕錢嘅問題。你間屋市值高咗，但你每個月一樣要倒貼供樓、倒貼養樓，只要你唔買樓套現，賬面升幅就只係一串冇實際意義嘅數字，現金流嘅虧損先係真金白銀。而且而家銀行風控一路收緊，估價機制亦非常保守，就算大市回暖，銀行都會按區內最新成交同租務行情動態調低物業估值。
一旦估值下調，業主可以套現，轉按嘅額度就會變少，資金周轉空間進一步被壓縮，最後跌入愈養愈蝕，想走都走唔到嘅死局。喺呢種市場環境之下，租客話語權愈來愈大，甚至出現反過來逼業主減租嘅新局面。而家好多租客睇樓講價，根本唔使被動接受業主開價，直接拎住隔離更低嘅成交租金，要求業主跟價減租。市場上呢類低價成交案例多到數唔晒。大角咀奧朗裕豐高層一房單位，業主原本叫租17,500港元，租客直接講價減1000港元，減幅接近6%。長沙灣幸惠開放式單位，原價14,000港元，租客直接劈1500港元，減幅1成，最後以12,500港元成交。而家租客講價手段愈來愈成熟，優質租客一次過年付、長租簽約、無縫續租都可以拎到專屬折扣，簽2年死約普遍可以拎到3%至5%減免，一次過年付租金最高可以傾到8%折扣，仲可以協商拉漲免租期，進一步壓低租樓成本。當然，租客議價權都唔係萬能，市場分化一樣非常極端。大學附近核心地段嘅稀缺細單位照樣供不應求。西半山近香港大學一個120尺迷你單位，尺租高達140港元，一樣好快租出。西營盤 Kennedy 38中層228尺開放式單位，由內地學生以月租21,000港元承租，尺租92港元。簡單總結就係，優質核心物業業主依然強勢，但普通剛需物業嘅業主就完全俾租客揸住話事權，只可以減價求租，被動蝕錢。講到呢度，好多手上有物業嘅觀眾一定會焦慮，唔通而家業主只可以被動蝕錢，乜都做唔到？其實喺合規範圍之內，有2套最實用嘅自救方法，亦係而家香港資深業主最常用嘅現金流脫困手段。我一次過同大家講清楚。第一招，裝修津貼加拉漲免租期，保住估值，改善現金流。好多業主唔敢直接減租，係因為名義租金一跌，就會俾銀行估價系統記錄，導致物業估值下調，貸款額縮損。最好嘅做法就係唔降低合約上嘅名義租金，而係透過合約設計俾優惠租客，例如俾租客1至2個月超長免租期，或者一次過提供幾千至過萬蚊裝修津貼、家電補貼。對租客嚟講，實際租樓成本大幅下降，效果等同減租。對業主嚟講，名義租金保持不變，銀行估值相對穩定，唔會觸發下調風險，同時又可以快啲租出單位，避免空置蝕錢，變相救返現金流。呢個係目前相對安全、實用性高嘅租務自救方式。第二招，家族首置名額加轉按債務重組，直接降低每月供款壓力。而家好多業主俾高息壓到透唔到氣，最大問題就係舊有按揭利率太高。今年香港轉按市場全面回暖，連續5個月新批轉按宗數破千，創31個月新高。背後就係大量業主主動將舊貸款換成低息貸款。大家可以利用直系親屬嘅首置名額進行內部合規轉讓，再重新申請按揭，拉長還款年期，降低按揭利率。目前市場上3大銀行推出嘅3年、5年定息按揭利率低至2.73厘，對比而家3.25厘嘅 H 按封頂利率，每月供款可以明顯減少。我舉個真實實操案例俾大家睇。有業主主動補倉35萬港元，將貸款總額減到280萬，成功轉做3年期2.73厘定息按揭，直接鎖定較低利率，擺脫高息壓力。呢度提醒大家幾個實操重點：一般銀行轉按最高可以做到估價7成，唔使交按保費，主要成本就係5000至1萬港元左右嘅律師費。如果原有按揭仲喺2年罰息期內，最好提早3個月規劃，避免產生額外罰息成本。至於之前做過發展商高息呼吸 plan 嘅業主，就更加要盡早轉按置換。一旦後市輕微調整，樓價跌10%至20%，好容易俾財務公司 call loan， 提早避險先係保住資產嘅關鍵。最後，我總結一下2026年香港樓市嘅核心真相：而家個市場早就唔係單純升定跌嘅問題，而係徹底嘅結構性撕裂。表面睇，樓價回暖，負資產大減，租金指數創新高，盤源持續緊缺，
好似一片向好，但內裏就係成交冰封，流動性枯竭，買賣對峙，租金分化，高息壓頂，中產仲要持續倒貼。未來香港樓市只會繼續兩極分化，核心地段優質物業依然有較強抗跌力，租金相對穩定。普通郊區舊樓戶型就會繼續跌入買唔出、租唔貴、月食嘅財務漩渦。如果你手上有普通住宅，千祈唔好盲目樂觀，重點做好現金流管理，主動優化按揭成本，靈活調整租約模式。如果你準備買樓，亦唔好俾回暖數據迷惑。而家唔係普升市，精準揀盤，避開弱勢戶型先係最關鍵。睇完呢條片，你覺得之後香港樓市會繼續回暖，定係會再一次回調？歡迎喺留言區留低你嘅睇法。如果覺得今期期貨內容對你有幫助，記得點讚、訂閱、分享。我會繼續拆解香港樓市、股市背後嘅底層邏輯，帶大家避開市場陷阱。我哋下期再見。